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时，我们一起先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时要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全人全心都献上给你，求你降下恩雨，滋润我们每一颗爱你的心，也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来聆听你的声音。我们也将今日的礼拜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欢迎圣灵去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降下你恩雨。
为诗篇150篇6节这样说：凡有气息的，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神，我们赞美你，
我们用感谢敬你们，用赞美进入你的院，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赞美。我们相信，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是带有能力的。我们相信，当我们赞美的时候，那个高墙就要倒下；我们赞美的时候，一切的困难就要被突破。主啊，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因着我们对你发出来的赞美，让我们再次看到你的生命活水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涌流，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透过早上的礼拜，透过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发出来热情的敬拜，愿神你就赐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早，我们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要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要来领受主你的恩典。愿神你在今早这样的荣耀就显明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啊，特别今天是青年的主日，求你赐福在每一个青少年的生命当中，透过他们今天早上2堂的服事，使用他们美好的恩赐来回应你的恩典。也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今早不仅年轻人发出赞美的诗歌，我们不同的世代，我们在这里共同发出对我们的神最大的赞美。愿神赐福在我们早上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请坐。好，各位大家平安。我们今天2堂的礼拜都是由我们提摩太牧区由这些青年来负责主理所有礼拜的程序。所以在第1堂，他们使用台语来负责整场的礼拜服事。第2堂继续，但用大家熟悉的语言，用华语来服事。所以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透过这群年轻人他们的服事，透过他们对上帝领受恩典的回应，让我们也可以一起享受在这场礼拜当中与神亲近的美好时刻。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让他来继续我们的礼拜。恭受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圣经记载在传道书11章4到6节和以弗所书3章20到21节，大家一起来念。你要等待风调雨顺，你就永远杀不了种，永远不能收割。你不能了解新生命怎样在孕中成长，你也无法明白创造万物上帝怎样工作。你早上晚要撒种，因为你不晓得所撒的种是不是都能生长，也不晓得早上撒的是不是比晚上撒的好。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里得到赞代代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献诗，我们请提摩太牧区来献诗，歌名是《生命的更新》。献诗完后，请瑞平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特别今天我们有许多的青少年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参与在主日礼拜当中。更特别是刚刚有说今天2堂的礼拜都是由他们来负责所有的服事，所以牧师在邀请大家，我们再一次用一个掌声来鼓励他们。在我们每一个礼拜，在礼拜六晚上的时候，我们提摩太牧区，我们都会在对面聚会，晚上7点的时候。那透过每一次的聚会，透过每一次的小组，帮助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这个生命的青少年的阶段，让他们可以在教会找到好朋友，在这个地方可以有学习成长的机会。更重要是帮助他们在信仰当中，他们可以有认识，甚至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在认识当中，可以回应上帝在他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特别的呼召。所以牧师再一次邀请，每一个，如果你的家中或你发现你的邻居有这样子年纪的青少年，从国中一路到研究所，牧师都非常的欢迎他们在礼拜六晚上可以一起来参加在。礼拜六晚上7点参与提摩太牧区的聚会。我们现在提摩太牧区，我们现在大概有35到40个年轻人，我们每个礼拜一起在教会当中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在每次的聚会当中，我们前面会有这个敬拜赞美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破冰游戏的时间，我们也会有一个报告的时间，就如同是我们在主日的讲台。主日的礼拜我们也会有报告一样。当我们在提摩太的报告不一样的是，我们会除了教会牧区的消息，我们也会加入在国内、在社会或者是在国外国际当中的新闻。那这个目的是也帮助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准备这些报告的资料，不仅仅只是关心他们身旁周遭发生的事情，不仅关心学业而已，也帮助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视野，去看见这个世界周遭社会发生的事情，并且也为这些事情来代祷。在我们每一次的前面的这些程序之后，我们会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透过不同的主题，透过这些年轻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疑问，来回答他们在信仰当中所想要追寻的，或在他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而在每次的信息后，我们也会有小组的时间。虽然我们的牧区我们现在有4个小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设立确定的小组长，但是我们仍然用一个小组的方式，我们在运作，用不同的年纪，用不同的性别，让每一个人在小组当中，他们可以被关心到，在小组当中，他们可以彼此的分享，在小组当中，他们也可以彼此的祝福，彼此的祷告。所以在每一个礼拜六晚上的聚会，除了例行的聚会外，我们也的牧区也会不定期，我们也会举办一些特别的聚会，目的也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他们除了在这里领受之外，他们也有机会去邀请他的同学，邀请他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来到牧区当中。而特别是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的牧区每一个月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我们在每个月的第3周，我们会我们现在开始先从教会当中的一些社青开始来邀请他们来到提摩太牧区，跟这些学生们来分享他们生命的历程，也分享他们在教会当中信仰的生活。透过这样的方式，也让这一群的提摩太的青年，他们透过各行各业，透过不一样的生命的历程，他们有一个新的看见跟学习。所以这在今年当中，我们有一个固定，就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那当然，我们刚牧师有说到，除了例行的聚会，我们也会有不定期推出很多不一样的聚会，让每一个年轻人来参与聚会，他们就可以有不一样的获得，有不一样的一些成长跟收获。所以牧师再次邀请大家，鼓励若愿意可以把在你所认识的这群年轻人，邀请他们来到教会当中，也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继续为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来祷告。为了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来祷告，求神坚固他们的心，求神坚固他们，让他们在信仰、在课业、在人际、在他们的健康，在各方面当中都得着上帝的保守，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因着有神的同在，因着有这个信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使他们真的有一个生命的更新。愿神赐福我们，也让
我们今天早上不仅是年轻人带领我们一起礼拜，带领我们参与在当中，也愿今早神让我们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都一起经历到这位神他的奇妙。在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今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歌颂你的作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不论经历高山低谷，你都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可以平安的来到这个地方。愿神你赐福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来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可以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次领受到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也帮助我们透过今早的礼拜，让我们重新思考青少年事工的重要，以及整体教会的建造跟发展。求你带领我们，将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的讲道我们会分成2个部分，前面牧师会有一个分享，之后牧师会邀请几位年轻人来到台上，他们来分享他们自己在教会当中他们所经历到的信仰，在教会当中他们在牧区在小组所经历到的他们的一些思考。所以牧师前半段我会讲快一点，我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来分享他们所领受到的事情。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牧师要讲的是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其实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他们就来到教会当中；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美好的信仰。当然，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这个最好的时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当他们在长大的时候，当他们在面对未来的选择，若可以帮助他们先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先帮助他们找到一个人生的指引，那我想这是一个最棒的时刻了。传道书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所罗门王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下这个智慧的文学，而在这个整个传道书有机会去读，那是他重新思想他人生所有的经历，重新去思想他一生当中所有的过程之后，他写下了传道书，包括了他自己一生的经历，但他也在那个当中看见了上帝的作为。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提醒了我们，正如我们刚刚所读的传道书的经文提醒我们，其实在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必须要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甚至对于可能不可期的未来，甚至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就因为这样放弃，或是因为这样就停止我们手中所在做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手中所正在预备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命，非常贴近我们许多人可能生命当中的情况，再次的提醒我们，在重要的那个时刻，在那个现在的时刻，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回应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用圣经的话语，我们也来想想看，在这些年轻人的生命，特别在他们的信仰的生命当中，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刻。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刻。第一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全心交托的时刻。第一个就是现在是一个全心交托的时刻。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其实非常的快速，而且很多事情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刚刚在经文当中，我们所读到传道书第11章第4节，他说：如果你要等到风调雨顺，你就永远撒不了种，永远不能收割。如果要什么都准备妥当了，觉得什么都已经没问题了，都已经成功了，我才要继续，才要开始做下一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只是要等待，觉得那个才是最好的时机，觉得现在不是时机，那永远撒不了种，永远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做某些的事情。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如果你家中有年轻人，如果你是父母，或者是你是已经是阿公阿嬷了。就是你一定会经历那个小孩要成长到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多数都会很期待我们的孩子这些青少年成长，而且是可以非常的有成就，非常的成功，甚至他们可以在他们的专业当中，在他们所学当中，好像可以很快的找到一个出路。但我们知道长大只有一次，
你从国中到高中10岁到18岁，高中到大学到22岁，其实时间过了就过去了，你不会回到18岁，你不会回到12岁，时间过去就过去了。生命的成长只有一次，学习的阶段其实也一次。你国中就一定要到国小一定要到国中，国中要到高中，高中要到大学，学习的历程也是只有一次。但是更重要的那个关键，帮助他们认识信仰的历程，可能也只有一次。有些人觉得没关系，以后再来相信就好，没关系，以后再来接触就好，没关系，不急。但我们要知道，这些孩子长大很快，这些年轻人长大很快，他们接收到的讯息也很快，他们成长只有一次，不会回头的。信仰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必须在那个很关键的时刻就给予他们。现在是我们学习全心交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会有很多的担心，觉得那会不会跟不上？这些年轻人以后怎么办？但这时代的年轻人，我们知道他们也在认识2个主。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在认识2个主，一个是我们这个独一真神这位主，另外一个他们在认识这个社会的主，认识这个社会价值观所带给他们的影响。社会的价值告诉他们，你要成功，你要赚大钱，你要有好的学校，你什么都一定要第一。于是你看到这个社会，很多的人都不断的在追求这些事情。但是更重要，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不论高山低谷、顺境逆境，都是有这个主在带领。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也同样在认识，特别在这个青春期、心理、生理在成长、在摸索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到、接触到这个信仰，我想这对他们会是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学习全心交托的时刻，把这些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把这些孩子带领他们来到信仰当中。我想对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现在也是一个全心倚靠的时刻。第二个，现在也是一个全心倚靠的时刻。刚的经文在第5节说：“你不能了解新生命怎么样在孕妇里生长，你也无法明白创造万物的上帝怎么样工作。”刚经文说要撒种，不要等待，那是一个交托，就撒种了。但是当我们撒种，我们会很期待说赶快长出来，赶快长大，赶快可以让我有好的收成。我们期待收割，期待丰盛，期待赶快看到一个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亲近神，认识神，而且在整个环境的变迁非常的快速，整个时代跟我们想象的已经不大一样了。这些年轻人所遇到的困难跟挑战，可能跟我们以前我们是学生，我们是青春期的时候，可能遇到的事情不一样了。但重要的是要专注在背后的上帝。如同刚刚经文说，你不知道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运作的，你不知道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是怎么样去行他奇妙的作为的。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是专注在背后的上帝，让这些年轻的生命，将这些年轻的世代，在这样的变迁的环境当中，不仅我们学习专注背后的上帝，也让他们去学习专注在背后的上帝带下来的作为。所以刚刚有说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生理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很难以捉摸。我想我们在座每个人，如果你已经超过18岁了，你都经历过青春期。你知道那个青春期带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很大的翻转，带来生命很大的改变。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但是也在这样的时刻求神给我们智慧，特别是做父母的，特别你家中有青年的，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每一个生命成长独特的阶段，而且善用他们不同的恩赐跟特质。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在这个背后，在这个年轻人的背后，他怎么样成就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上帝在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当中要如何呼召，要如何的拣选他。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看到不论在教会的青年，或在你家中的青年，都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独特的一面，
都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要产生美好的工作。第三个牧师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也是一个全心撒种的时刻。不仅现在是一个全心交托、全心倚靠，那我们在现在也是一个要全心撒种的时刻。刚刚的经文说到，你早上晚上都要撒种，因为你不晓得所撒的种是不是都能生长，也不晓得早上撒的是不是比晚上的好。经文说，不知道早上还是晚上哪一个好，所以他说你早上晚上都要撒种，在任何的时刻你都必须要撒种，都必须把那个信仰的种子放到里面。所以竭力撒种，殷勤耕地，完成我们手中每一个人的工作。青少年的事工，青少年的工作，不是只有靠这个牧区的辅导，不是只有靠教会的牧师们、教会的这些长子们来管理。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有一个共同，我们必须要一个共同的看见，我们都要一起来耕作，一起来耕耘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所以不是等预备好了才做，觉得哇这些年轻人好像已经聚集了很多，然后我们再来做，或者是我们什么事情都预备好了，觉得 OK 了，我们才来耕耘这群年轻人，我们才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去陪伴他们，去鼓励他们，去激励他们，而是在任何的时刻，当我们有机会跟这些年轻人接触的时候，那都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撒种的时刻。所以教会，甚至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你家中有青年的，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描绘出下一个世代的一个美好图像给他们看，而那个图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表现出来，他们就会看到这是这个信仰未来的模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都会让这些年轻人看到信仰未来的样子是什么。所以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每一个可以撒种的时刻，那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参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去让他们看见，这是这个信仰的未来，看见这个教会的未来，看见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人他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透过这段传道书的经文，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思考。对于这些年轻的生命，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态度，我们去面对，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把他们放在依靠在神的带领。更重要，我们也不断的在他们的内心当中撒种，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话语，用我们的言行去感动、鼓励他们，描绘出一个未来的样子。这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牧区当中5位的年轻人，他们要一起来分享，在这个时刻，这个最好的时刻，他们在牧区、在小组、在教会当中，他们所经历到的，他们所学习、所成长到的。而最后牧师也邀请他们分享他们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信仰当中，他们每一个人的期待，他们每一个人的一些想法。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这5位年轻人一起到台上来，一起跟我们一起分享。好，我先请他们自我介绍。OK， 我先请他们自我介绍。那介绍完之后，我们再来一个一个来分享一些他们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领受到的一些想法。好，那先请你们自我介绍，好吗？好，那你们要怎么介绍？从左。好，大家平安，我是穆怡婷，今年升大2。平安，平安。大家好，我是洪真宇，我今年硕2准备毕业了，然后在提摩太跟基甸都有聚会这样子。平安，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妍欣，今年要升高1。大家好，我是杨乐多，今年也要升高1。
大家平安，我叫刘新凯，今年升高2。好，我们原本是有国中代表、高中代表，然后大学研究所代表。OK， 好，那我们要有几个问题要请他们一起来分享。那我期盼透过他们的分享，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一起来透过他们的所说的，再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信仰当中，对他们的鼓励及成长是什么。好，但首先我要先邀请他们分享，就是从小到大你那个长大对于教会的印象是什么？就你从小到大对教会最深的印象，或是很深刻的事情，就从你吧。我是第2代的信徒，然后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来教会了，所以我是一个在教会长大的一个孩子。然后我在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唱诗歌、读经，然后玩游戏。虽然有时候可能我那班可能只有我一个学生，但是主日学老师还是很用心教导我跟陪伴我，所以我要趁这个机会感谢那些曾经教过我的主日学老师。好，来妍希。好，我也是从小就是基督徒，然后我是小学3年级到富祥教会的，然后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们在高年级有个很好的老师，就是他都会准备很好玩的活动给我们高小班玩，然后我们都很期待每个礼拜日，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子就对圣经故事有更多认识。我是从小就也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但我这一代的话是第5代基督徒，但因为从小来到教会，对这个信仰还没有那么熟悉。那时候来到主日学的时候，就觉得说，就只是礼拜日来到教会，然后认识朋友，然后看到朋友就很开心，跟他们一起唱诗歌，然后那个上圣经的故事，就会觉得说，每个礼拜都在期待说，我下个礼拜我一定也要来。我从小到大是在一个传统信仰家庭长大所以对教会没有经验，也没有印象。那我只知道，我身旁的基督徒朋友们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那他们很为他人着想，然后非常的关心对方，然后遇到挑战的事情，然后总能很坚定的跟对方说。一定会过去的，这样子，我就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心，让他们有这样的态度。那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我的高中老师，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我当时正在考模拟考，然后考得很差，我那个时候满心绝望，哭着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没有学校读了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个。不要担心啦，一定会有你适合的路可以走这样子。我当下就觉得说，是什么样的信心吗？还是就是什么样？为什么他可以心中没有害怕，然后这样子讲出非常有信心的话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在学测之前呢，老师请全班同学写下自己理想中的大学。那他想要回家的时候，为我们班上30位同学一个一个祷告。那大家也知道30个同学要有30个版本的祷告，我就觉得非常的不简单，然后都要客制化，就是可能这个要上台大，那个要上北大，对不对？对，然后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用心？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是他的信仰去影响到他看事情的态度，然后对，然后所以也埋下那个对基督教好奇心的这个种子。那到了硕士的时候，我课业压力非常大，然后曾经就怀疑说，我能力是不是不足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一部影片，他就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上帝都爱你。我就想说，
真的吗？我不管是怎么样的人，上帝都爱我吗？然后我就开始去参加线上团契啊，因为线上团契就可能在解经的部分呢就没有那么详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快点去教会，教会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可以教导，然后所以我就第一间教会就来到了富强教会。那后来呢，我参加教会活动，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星期日的时候来提摩太的查经班，因为每次我都带着好奇心，然后来去看到底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这样子。然后对，就是这就是我信仰的历程这样子。好，谢谢。好，最后一个，这也是小时候就在妈妈肚子就来教会的啊。那你也分享长大对教会的经验或者印象。好，我就是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长大。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长大，就没办法像第一代基督徒这样来教会，可以突然感受到别人就特别的温暖跟有爱。可能从小就都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就可能我比较幸运吧。对。但同时又觉得说，因为从小就是每个礼拜6日都会来教会啊，然后很多时间都会待在这里，就会想说，小时候这样都不能出去玩，然后现在同学有约时间也都会卡到，然后再加上好像现在对神也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对，就对信仰会有很多疑问。怎么办？你还是来教会？但提摩太还是有很多朋友小组，像我们小组的导师佩伦，最爱你了。好，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所以我来教会都还是特别的开心的。OK， 好。你们刚刚分享是小时候嘛，对不对？主日学，然后真理比较特别是长大之后，大学研究所才信主。OK， 那你们现在到年轻的这个青年的这个阶段，在参加提摩太牧区，或是到你们这个阶段，你们可以分享看看，就是你们在牧区或者是在小组有没有很印象深刻，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有趣的经验？你先好了，感觉你有很多话可以说。像这次要带那个儿童主日学，然后我这次分配工作是演戏，然后我们就会提前1个礼拜到教会，然后大家还有提摩太的同学一起来演戏这样，然后就会感受出所有人都很认真在做一件事上面，然后大家一起合力协助跟帮忙，我觉得这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看一下。对不起，对，然后还有带小朋友上可以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嘛，像去年有去口皮教会带比较偏山区的小孩子，然后就会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然后价值观，学习到很多东西。谢谢。好，真宇呢？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参加天才好管家，然后我是担任队服，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蛮印象深刻吧，因为我们平常在牧区是被牧养的角色嘛，所以对于带小朋友其实也不是说非常有经验，但是我们大家就凭着自己在牧区得到的爱吧，然后去想要分享给小朋友这样。那我觉得恩琪同学非常的好，他真的是每次营队完呢都会召集我们，然后会后有一个可能自己一起吃饭这样子，然后我们吃饭的讨论内容呢都是在讲说我们要怎样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有什么调整的地方，或者当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虽然就是我们也只是一个就是队服或是机动组的成员，可能可以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那个凝聚力是一个还蛮棒的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力量，因为这将成为未来教会的一个力量，然后去成为就是可以让我们就也期待啦，我们青年
未来可以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份子，在这个教会之中，这样子。OK， 好，来一题。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1个月会去生活营，去生活营的时候会看到我们很多青少年们就是在外面生活跟在教会生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离开了教会，那个野性直接是发挥出来的，就直接跑来跑去，不然就是球啊什么什么就直接丢，那活力真的很充沛。虽然他们每次看到他们说那么年轻，我之前那么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这样，但是看他们像比如说养乐多，不然就是静安他们，对，就是每个人球啊就说走走走打球什么之类的，就会觉得说都这么累了，怎么还有那个体力又要去打球，就觉得很佩服他们的体力，这样就是还有可爱的一面，这样，谢谢大家。OK， 好，妍希呢，在参加牧区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我是没有什么印象深刻，但我很喜欢提姆派的小组时间，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近况，或者是讨论一些对信仰上的看法，以及牧师当天讲的主题。然后我觉得这跟学校不一样，就是可以跟教会的朋友聊更多。对，就是这样。好，新凯呢？最后一个。就是刚才乐多讲了，我们有一次有去新化的口皮教会服侍，那一次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陪伴他们，然后教导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他们那边的弟弟妹妹就像，他们那边的小朋友就像我的弟弟妹妹一样，就是很亲近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一起唱诗歌、读经，然后一起演戏。也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提摩太牧区的服事之外，我们也看到口皮教会的青年们他们衷心的服事跟付出，这是我们提摩太牧区也是值得学习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在牧区当中，他们看到的不一样，在牧区当中，每一个人所经验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不同的经验，这些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要请他们再分享一件事情，其实跟刚那个主题有点类似，是在这些经验当中，在他们这些很深刻的事情当中，对他们来讲，他们最得着成长、最得着帮助的事情是什么？好，那我们要顺着回来，好不好？就新凯先。然后就是我在加入提摩太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小组时间。那在这当中，我们会彼此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大家都会互相带导跟扶持，然后成为彼此的帮助。然后在另外一个就是在敬拜团的服事当中，也让我有很多的学习，就是从下午一开始练团到晚上的敬拜，领唱的人跟乐团的配合，每一个地方都看到大家的用心，不论是领唱的人，或是乐团，或是驻唱，或是音控，都可以看到圣灵的带领。那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敬拜当中看到牧区每一个青年人在敬拜的时候都举起双手来赞美神，对，这是我最感动的一个地方。好，妍希呢，对他讲的有没有什么样子学习到或成长的？我在提摩太敬拜团里面担任领唱，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只敢唱很小声，不敢大声唱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声音很难听。但是后来我就慢慢有信心，所以就愿意大声唱出来敬拜神。所以我觉得我进步最多的就是变得比较有信心一点。OK， 好，怡婷。我在提摩太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我勇敢的参与服事，不管是敬拜团的服事，或者是戏剧的表演，或者是一些小组的事工，都感谢神赐下这个恩赐在我的身上，
让我能够献上我自己，在服侍能够为主来做工，也来见证神美好的恩典。这样。首先我非常感谢提摩太牧区有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然后可以陪我，不仅是玩乐，更是平常不管是有圣经上的疑惑的时候，或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一起来讨论，或是为我祈祷。然后也很感谢牧师还有师母。然后在我们信仰非常的算是有点动摇，有点不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他们总是呢可以让我们进行立即性的提问或是回应。然后对于我们这些初信者或是我啦初信者，然后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样。我是觉得。在提摩太听瑞平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是真的可以学到东西，就是因为他会围绕我们年轻人需要的主题来讲，然后也可以从中间跟生活结合，还有时间都抓得非常好。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人只要超过20分钟就会开始打瞌睡或偷玩手机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提摩太的小组真的非常有爱吧，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基本上都会约出去打球之类的，然后就算小组老师特别忙，都还是会努力抽空时间出来陪我们出去一起打球。然后还有我也有在提摩太担任领唱，然后也是常常会被提醒服侍的态度，所以这是还是需要学习的。谢谢。对，所以在对每个人分享都不同哦，每个人的有学习到成长收获也都不同。OK， 好，那最后我要请他们分享哈，我要请他们分享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信仰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也请他们分享他们对于整个教会对于这个信仰的看见，他们所想象的是什么。好，那最后我们再顺回去好不好？就杨乐多，好，杨乐多你先。对信仰的期待，就像我刚才讲，其实我还没有对神有什么感受，然后也常常会想说，我来教会是为了什么？然后花了这些时间，对我生活真的有帮助吗？还有，看一下，对不起，就是有时候前面在敬拜，然后看到旁边的人突然圣灵充满，然后眼泪这样流出来。就会觉得，怎么其他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是我还不够认真之类的。然后也听很多牧师来讲过他们的见证，就觉得还有点遥远吗？所以我对信仰，我会为你祷告。谢谢。所以我对信仰的期望应该是可以感受到神的存在吧。OK， 好，不断的去认识他。OK。真宇呢？真宇，换我了。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来教会想要得到什么，或是就是对，就是想要得到什么。但有些人可能来教会是来社交的，想说交个朋友很好嘛。然后有些人想说是来休息的。那对我来说，我一开始来教会真的是来休息的，因为来教会，没有人会去问你说，你今天实验进度做得如何？还是说，你实验做得好不好这样子的问题？也的确真的是，这里让我可以放轻松。大家也都很关心彼此，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在学校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来教会抱怨一下，然后发现好像那个心里也不会说比较舒服吧，因为你抱怨完那个事情还在啊，然后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就蛮缺乏、蛮枯竭的吧，所以我就蛮希望说教会里面或是小组里面可以多一点信仰上的讨论，不管是在生活中或是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样子，因为
就是唯有灵里的成长，我们才能脱离那些束缚，那些对自己的定罪也好什么的，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我们虽然提摩太或是基业牧区的人呢，可能年纪都比较轻，然后大家可能会看我们说，哦，就是年纪轻轻，可能还不懂什么。但我觉得，如果教会就像我们的家的话，我们应该要像在家一样，要做一点家事吧。希望可以透过做家事的方式，然后来增加对教会的归属感，这样子。好，感谢。好，我对信仰的期待就是能够更认识神，因为像跟杨乐多刚才讲的，之前来到教会就会觉得说，来到教会，这个信仰是什么？是会对这个信仰觉得是充满了疑惑，就会觉得说，这个教会可能这个信仰，可能就是从妈妈那一辈传过来的一个信仰，但是你没办法真正去体会说，圣灵真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在就是也是透过刚才杨乐多刚才说的，人家在敬拜的时候可能会流泪，或者是会跪下祷告什么之类的，会觉得说，会在旁边疑惑，觉得说，他们在做什么，或者是为什么会突然跪下去什么之类的。但经过我这几周，可能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在家听诗歌的时候，我也突然跪下来流泪。那时我就体会说，原来这就是圣灵充满的感觉。对，谢谢大家，就是这样。就我得跟怡婷差不多，就希望可以更认识神，然后了解信仰上的东西，就这样。跟你压轴。我对信仰的期待就是，除了现在还是学生的身份以外，我也希望继续能够在牧区聚会，然后，听从牧师的教导，然后把握每一次服侍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就是打好信仰的根基，然后也跟牧区的青少年彼此学习、彼此成长，然后成为彼此的属灵伙伴。谢谢。所以从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当中，你发觉它是一个的阶段，从他们还可能幼稚园、主日学开始接触到这个信仰，到年轻，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疑问。虽然有成长、有得着，但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是在寻求这个信仰。所以回到其实牧师一开始在跟大家分享，其实这是我们不仅是这个陪伴这群青少年的牧师们，或者是这些同工们，其实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去经验到共同的上帝。其实我们不同的世代，我们也都在找寻上帝，我们也都在寻找这个信仰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当我们更认识信仰，当我们真的寻求到这个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重要的意义跟感动时，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都经验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不只是如同真宇刚刚说的，或是他们很多人分享，他们在这里参与服事，我们不仅装备他们，我们不仅让他们参与服事，让他们认识信仰的真理，我们也让他们在这里可以起来继续的服事。我们不只服侍他们、装备他们，我们也要让他们可以站起来，让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整个群体，让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世代当中是更加的完整，让我们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一起经历到上帝的奇妙作为。所以，让我们在不同的世代，我们可以在共同的话题体验到上帝的奇妙心意。虽然他们说我觉得上帝离我很遥远，我可能还不是那么认识神。我想有时候我们也还是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但是这是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的话题，这是我们可以一起经历到的。当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作为，当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时候，这成为我们不同世代当中我们可以共同诉说的，我们可以共同经验到的事。这也让我们的教会，让不同的牧区、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一起经历到，哇，
就是这个时刻，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刻，让我们去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要带下来美好成长的结果。所以最后牧师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用念这段经文来当作是我们今天整个分享的一个结束。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来，请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颂赞，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断的运行，在世世代代当中，我们都可以称颂他的名，直到永远。愿上帝赐福我们教会的提摩太这牧区的青年，愿教会赐福我们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年轻的世代，也赐福在我们教会不同的世代族群当中，让我们都一起经历见证到上帝美好的作为。更重要，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互相的影响，互相的见证，一起诉说上帝美好的心意。特别我们也成为一个榜样，让这群年轻的世代更加看见一个，这就是未来信仰美好的图像。我们再一次拍手来谢谢这5位年轻人今天来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们。好，不用帮你。好，这时候牧师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在回应诗歌后，我们一起来公祷。公祷后，我们就一起预备来奉献。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炼净我》来当作是我们今天回应的诗歌，让我们在不同的世代当中，在我们不同对上帝的经验当中，我们也仍然对神说：神炼净我们，让我们将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爱你，顺服在你的心意当中，好使看见你的大能作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显明。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回应的诗歌。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再次唱副歌，献上生命，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了我们年轻的世代来祷告，不论是教会这群年轻人，也为了你在你家中的年轻人来祷告。求神赐福，在这个年轻的世代当中，虽然这个环境变迁很快速，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挑战。但当我们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完全交托、完全依靠，相信神必带领他们，在那个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来彰显他的奇妙作为。我们一起为了教会的青少年，为了你家中的青少年来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特别我们教会要迈向50周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求神让我们在不同的世代当中，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都继续见证上帝美好作为，也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彼此合一，彼此来服侍，彼此祷告，也彼此祝福，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上帝的手中。第二件事情，我们为了教会当中需要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赐福他们，让他们在人生当中的不同境遇，在不同的挑战当中，仍然有神的同在作为他们最大的依靠。我们一起开口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我们的同在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看顾当中，谢谢你帮助我们，好让使我们在这次的同在。主啊，赐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看顾当中，赐让我们在世人恩典的保守，赐福在我们的里面。主，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感谢你是帮助我们的神，是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时刻，在你前，我们相信是帮助我们，主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看顾当中。谢谢你是在我们的时候，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像你，让我们可以更加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计划。主啊，我们特别将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相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你最美好的计划。主，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时刻，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你要在这些年轻的生命当中来动工。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愿意来进到教会当中，愿意来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主啊，就相信你要成为他们一生的主。主啊，就相信要在这个时刻，你要来赐福他们，让他们一生当中知道有这位独一的真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开道路。主啊，帮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帮助在他们人生遇见疑惑、遇见挑战的时候，主啊，你亲自来对他们说话。主啊，你来感动他们的内心，好让他们真实的认识到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在我们教会要即将迈向一个50周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让我们不同的世代，我们都一起合一，一起来兴起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奉献，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的参与，一起来看见神你在这间教会所要成就的美好事。主啊，也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摆上，求主你赏赐足够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也特别将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主你听见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听见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发出的呼求。主啊，求你照你的心意来成就这一切。主啊，求你在你那个最美好的时刻来赏赐给这些需要的弟兄姐妹，因为主你是那个最良善、最美好的神。主啊，相信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那个最美好、最完备的计划，帮助每一个人。因着你是我们的大牧者，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高山低谷，因着你是我们人生的大牧者，我们就不致缺乏。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更深的也经历你，紧紧的跟随你。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这时我们请我们的司会来带领我们来做奉献。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唱完奉献歌，我来接，要请那个心理老师再介绍。好，你介绍完了，你再请我们的年轻人要报告。你插的这个 ，OK， 奉献完我会插上来就对了。好，你可以先坐在那边没关系。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会众请坐。好，谢谢。我们在请我们的同工来做事工报告之前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报告哈，就是我们这7月份，我们一直有看周报说，我们教会要举办一个敬拜诗歌，有歌词，要征求我们在座的我们教会的这个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来谱曲。那我们作词者就是我们的李信宇老师今天他有空来做一个介绍他的创作的一个心路历程，让我们在作曲投稿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或是一个更得神恩典的一个谱曲。我们这次欢迎我们的信宇老师来做报告，好不好？好。首先要感谢富强教会感谢牧师还有高林清长老的邀请能够为富强教会在50禧年来写敬拜赞美的诗歌那当时候我一直想了很久，到底要怎么写这些来创作这个诗歌，因为我有看到骆维道牧师为教会写的圣诗，他把教会的历史以及教会介绍富强教会的所有的诗工写得相当的完整。那我相信金希文教授要为圣歌队所写的曲子是从诗篇而来，所以他应该在颂赞赞美的信息也会写得很隆重。所以我想主那我到底要为富强教会写什么样的信息后来我身为富强教会的一员很荣幸，因此呢，我觉得说50禧年我们不是停留在50禧年，就是之后我们要再继续做什么直到我看到富强教会，你们那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甄选标语，有没有大家来参赛？我终于知道，因为我这次要写的诗歌是信仰的群体为这个教会的祝福。那我看到那个标语的时候，我终于明了，这是从我们的会友当中，你们所为这个教会所写的意向，所写的祝福。所以我就依照这些的标语，我就向神祷告，透过这些标语的启示，把这2首诗歌完成。那当时候我就想，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就像今天瑞平牧师他所强调，我们教会是就是各样的年纪都有的，这样是一个让教会很多元又可以很健全的教会。因此我决定写一曲是台语的，让我们的长辈以他们熟悉的语言能够来为这个教会祝福，献上赞美的感谢。那也写了一首华语的也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世代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创作。好，那我首先来分享一下我写这个台语的歌词，因为很多人说看到这歌词都不知道怎么念那我很希望写的诗歌是可以不是只有我们50禧年唱，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也能够继续来唱。因此我就想对这个教会的祝福那这个题目叫做今爱继续团，既爱继续牙。那我来分享这个理念
因为我当时候为了要写富强教会的50禧年诗歌，我开始去研究一下，就是将教会的富强教会的历史哈，大概我就去读他们的历史。那我知道说富强教会从这里开始先是一个布道所，所以因此呢，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这个布道所就是当初的一个福音的种子。那过去呢，富强教会在50年前这里是一个甘蔗园，就是田地嘛，哈。因此我写了个一粒籽啊，哈，一粒种子亚里产亚，就是这个福音种子，这一个布道所的种子开始在这里被埋下去，哈。风吹日拍，雨水灌压，哈。经过每天的日晒，还有风雨的雨水的浇灌，哈。日出月圆，唱信心的歌。这颗种子在这里哦，太阳升起，日落，每天他都在藉由这个样的信心，所以呢，这些牧长，我们的过去王忠信牧师，然后好几任的牧师后，到我们的夏牧师，又到蔡牧师，然后夏牧师等等，在这里，然后这个会所，因为每天有神的同在哈，象形轮廓，互伊勇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建立教会，乃是圣灵的同在，圣灵给这些我们的牧长，他们有合一的心哈，在这里，所以圣灵的浇灌这个土地哈，让我们这个会堂可以勇行，这一颗福音的种子在此发芽哈。春夏秋冬，上帝看顾因传，就是春夏秋冬。好几年，现在明年要50年了上帝的看顾带领，后因比加给归基妈妈，也是因为这一颗种子的埋下，今天开花结果成为大树，然后这个大树里面的果子又落下来到结了非常多的果子在这里就是福音的种子在这里发芽这就是我开始写这个意念的信息。好，如今这个种子已经成为一棵大树了，所以呢，要献上我的赞美和感谢。在这里有2段歌词，这是第一段歌词 ，chorus 就是副歌，verse 1这是第一段的歌词。冠心大欢喜出俄罗的歌声，就是献上我们的颂赞主稳定那甘露，树后拢无煞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甘露黑门的甘露。他的赐福我相信这个甘露，过去这50几年来，主的恩典就像这个甘露的甜美赐福在富强教会也之后同样神的恩典和甘露依然在这里敬畏上帝的敬爱继续传。如今这个大树，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福音的种子，我们要继续发芽。信仰的根基要打稳，要在这里要继续的扩散。我们的敬畏神的根都不能都要把它绑得紧来这里好好的受造就然后一起参与教会的事工服事。那我希望这个诗歌不是只有50禧年唱，是我们每年都可以唱。那每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教会的发展都是更新的。这是我对教会的50禧年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我就写了年年开花结实灯新亚，就是我们年年都要开花结果，带领更多人来信主之外，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突破展新业每年都有新的信息啊，社区的工作啦，参与包括参与社会的公益等等都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断的有突破灯新亚然后呢。这里就写到了我们那时候标语，我有看到什么录音展示啊，什么传承主使命啊，见证主爱啊，都是在这个标语里面嘛。当然最后是富强50向主奔驰胜出嘛，所以我在华语那边有把这个主题写这个信息那这里我就写到这个录音灯信为主最刚心开换就是大家录音展示一起来。参与主工，那这个主工呢，我希望大家是越侍奉越甘甜，而不是抱一个重担。所以我因此写为主最刚安怎心开换，就是很轻松、很愉快、很喜乐来做主的工。
然后我也对这个教会献上我的祷告跟祝福，所以我在这边有写，愿上帝你的荣耀遍满愿阮所行，你同在带领吼，就是这个教会我们充满神的荣耀，我们所做的都蒙神你的带领吼，这是第1节歌词。第2节的副歌，我想要为这个教会真的献上感谢吼，愿心大欢喜，因欢喜的诗歌。上帝真理的光，永远拢袂花吼。这边通常不要念成永远拢袂刷，也不是永远拢袂熄哈，是永远拢袂花。因为我这一首歌我全部都写押韵，然后就是因为诗歌要对仗排比，押韵我全部写好，所以依照这个要就是永远拢袂花哈，就是那个会卖花喜的意思哈，就是上帝真理的光永远在这里照亮。我们是这个富强教会在这里，是台南市的光，也是这个社区的光哈，照亮很多黑暗的心灵哈。那上帝的真理会在这里，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内在的生命更朝着这个光每个人都是不仅教会是真理的光，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光温暖别人，好带领未信的人从黑暗入光明好，然后彼此相疼爱记爱跟修养哈，这是我所写的一个重点的信息哈。我们在这里面大部分都也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哈，彼此相爱，这个是神很大的一个命令，彼此相爱，人家就会看到我们未信主人就会看到我们是真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彼此相爱也可以遮掩很多的罪哈。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强调这个彼此相爱，基于信仰的群体，我用彼此相爱的记爱给修养，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个人的种子，这个不仅我们是福音的种子，我们在这里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记吼啊给修养，在这里面每个人都能够彼此相爱，这个种子很多，就可以影响很多人吼。然后时时更见主疼亲等看，或是主爱亲等看吼，这边就是看你们怎么谱曲。如果说你们要在这边改成时时见的主爱疼亲等看吼，在谱曲的时候要加一个字，删掉一点点字，只要这个信息不改变，我都可以接受的哈。所以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把这个主爱或是写成主疼哈，这边就是可以让你们发挥啊，传承书名代代更新无忧传哈，这些都是在你们那时候对这个标语有没有？这几个标语都是相信这就是我们信仰群体里面对这个教会的祝福，所以我都把它写进去哈。然后依然是这个祷告，为教会的祷告，愿上帝你的旨一直行，管阮所做，永更祝性命。好，这个就是台语的歌词的部分。好，那我现在再来分享一下华语。华语呢，喜年的号角响起时，我已经看到我们教会开始推动很多50喜年的事工，所以当时候有一天我在祷告说，我忽然间心中就想起了这个号角的这个意念哈，因为喜年也是在这个以赛亚书有写到这个喜年就是圣年恩年哈，要瞎眼要得看见啊，然后伤心了要得医治啊，等等的这些信息，所以我想说，这也是我们50喜年之后，我们教会要不断去发展的一个意向，所以我就结合这个50喜年的庆典，然后也把这个信息写进来哈。那我前面就写说，回首恩典的足迹，主的恩手不曾离，多少晨光与黑夜，是主同在的印记。软弱中靠主刚强，瓦器藏着你能力，破碎中有主平安，每滴眼泪你珍惜。这就是在写说，很多人他们过去还不认识神，后来他们在这个教会之后，灵命受到了更新。常常在你们敬拜的时候，或是牧长的教导信息当中，我们会流下那个眼泪，那个都是非常珍贵的哈，那个就是主的医治，赐给我们平安，或在我们很软弱当中，主帮助我们刚强。那在这里也谢谢李伟教授的指教哈。本来我在这边是写软弱之中主刚强，破碎之中有主平安。
后来呢，李教授觉得说我们应该把它改为名词是更适合的。那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我就把它改成软弱中靠主刚强，破碎中有主平安哦。谢谢李伟教授。那瓦器里有宝贝，那也是从圣经里面的信息吼，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瓦器里面都有神能的能力。那希望说借由这个50禧年，我们在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当中，我们能够有生命有更好的突破以外，我们对这个教会，我们在参与主的事工当中，也能够尽一份心哦。好，那我们所流的眼泪，我们相信神都珍惜哦，神都看见。好，那个也是过去回首恩典的主席也是在讲说，这50年来，我们的牧长，我们的众同工弟兄姐妹在这里建立教会，经过这样子有高山低谷，但是神却是有这样如此很好的美好的恩典，丰盛恩典带领我们来到了今天。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副歌。副歌我就写说：禧年的号角响起，催促我向主奔驰不放弃。哦，这是大家票选出来的第1名的主题嘛。哦，激励我见证主爱不停息。禧年的号角响起，我要如鹰展翅上腾，迎丰盛恩雨。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标语是写什么迎接丰盛，富强物质迎接丰盛。好，那基于就像我讲的。这个信息不是只有我参与，我希望大家一起参与，所以我就把你们那时候大家所写的这些标语，这个就是大家当时候讨论出来的嘛，都把它写进去啊，同心合意传承主使命，直到地极。神又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直到地极。再来呢，这个 bridge 就是我相信在座很多，今天刚好是青年主日，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写歌，在这里。Bridge 就是可以让你们转换节奏，或是 build up 写诗歌要高潮的地方，可以从这个 bridge 来创作哈。号角的声音划破天际，荣耀的乐章颂赞禧年的信息哈。这边也可以让你们写那种快节奏的歌哈。那以赛亚书的禧年的信息就出来，被掳要得医治，贫穷得富足，伤心得医治，亏损得恢复。那以赛亚书也说，万国万民，都要归向神。所以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意，就是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整个信息。我相信以赛亚书过去的先知他的信息，如今在这个世代给我们的教会，我们依然要做的也是这样哈。包括这个什么叫被掳得释放，也包括我们参与国家的社会的转型正义啦、公益啊等等都是在这个信息里面。那 bridge 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到前段的主歌或是副歌，再继续唱在这边就是让你们可以创作音乐的部分那最后你们要停留到号角停留到禧年的号角响起作为结尾也没有关系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歌词，把这些的歌词创作在你们的里面。那如果要加几个字，或是要删几个字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配到那个音乐里面刚刚好我跟尤志廷牧师搭配创作诗歌都是这样子有时候看到我看到他的曲，帮他写词，或是我的词丢给他等等我们都是可以互相讨论的。好，那如果说台语的部分不会念，需要我录音给你们听也没有问题。那或是有什么需要跟我讨论的，都可以私赖我。好，谢谢你们，也谢谢大家，居然让我有这样的机会为大家来写50禧年的诗歌，我在此献上我的感谢，谢谢。报告，请杨乐全和黄德许同学来报告。大家好，我是杨乐全。大家好，我是黄德许。请会众翻至周报最后一页，一起攻读本月金句，约翰福音5章24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请会众翻至周报第2页。下周服侍同工，主理有夏文学牧师，司理胡信昌长老。剩下同工请自行留意。请会众翻到周报第4页。本会今日7月27举行青年事工纪念主日特别礼拜，由曾瑞平牧师证道提摩太牧区青年竹林礼拜服事，并报告本会青年事工概况。青年是教会建造与成长的重要骨干，邀请兄姐一起关心青少年领袖的培育。2. 下主日为父亲节及圣月主日，本月定下主日举行父亲节感恩礼拜，并由主日学学生参与2堂礼拜献诗，为所有的父亲献上祝福。欢迎全体父亲阿公届时踊跃出席。3. 本会定8月10号主日举行社教49周年感恩礼拜暨圣餐洗礼式，2堂礼拜将合并为1堂，礼拜至9点开始，由圣歌队与管弦乐团一起献诗服事，请兄姐预备心，届时踊跃参加。4. 本月明日起启动教育中心装修改善工程，请兄姐关心及为修缮经费奉献与代祷。5. 本会定9月7号起推动第8期幸福小组。7. 基甸牧区2025泰北短宣队将于10月03号出祭，在10月10号返台，共计8天，请兄姐为其代祷。其他报告请会众自行参阅。肢体交通其他消息请会众自行参阅。请会众翻至周报第7页。奉献金额如有错误，请找办公室同工修正。剩下内容请夏牧师补充。好，谢谢2位年轻人他们的报告，牧师做一点补充。今天节目是太精彩了，所以时间有一点拖哈。不过我做一个尽快来做介绍跟补充就可以。我们现在介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第一位就是钟伟跟杨千瑜2位在这边，欢迎你们。好，欢迎。是母女哈，母女感谢主，欢迎你们来参加。第2就是吴代忠弟兄，来欢迎你，吴代忠弟兄。还有2位2位是我们的蔡少华弟兄跟申迎成夫妻欢迎你们。应该是郭淑珍姐妹的朋友一起来，真的感谢主欢迎你们来参加，特别是今天青少年的聚会欢迎。那牧师做一个补充的意思，就是说，在周报里面没有报我做一个补充了。刚刚有提到我们不是要整修吗？这个本来要请志强长老做详细介绍，因为今天节目太丰富，我们等下个礼拜再报告。但是有一个事情要先协调，就是说，我们明天开始地下室要开始做改造的工程，其实已经改造一部分了，现在想说要把那个所有的厕所更新，让它使用起来更舒服所以因为会动到泥做的部分，所以会有烟尘，所以会暂停使用。那1楼跟2楼也要同时要做整修因为这个装修要花2-3个月的时间，所以有影响到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祷告室那边暂时不能用，所以会来到教堂这边的楼下的祷告室，还有2楼有一个会议室，对不对？再有安排到祷告的时间，他会贴牌子说现在在祷告中，等于其他弟兄姐妹
不要闯进去哈，让他们能够安静来做祷告。那这个会慢慢做协调，可能要大家适应，大概3到感恩节的时候才能结束完成哈。这个是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哈。那另外刚刚有其他报告了哈，就是有提到说我们为丹纳斯台风复建奉献。如果大家有感动，要为我们特别是沿海那边有很多教会、个人的家庭遇到伤害啊，想要为他们做奉献，你可以用奉献袋把它注明说啊，为风灾来奉献。另外50喜年的无花果义卖，因为它只是送来60份，第一堂已经被买完了哈，就抱歉大家报的消息在这边。另外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主日学因为地下室不能使用，要来借3楼，所以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爱心午餐可能要暂停一段时间，要等可以使用了再恢复所以今天中午大家不要离开，到那边享用一下我们的爱心午餐把它那个全部来分享，因为要再恢复要过1-2个月了哈。还有我们的弘扬弟兄跟淑民姐妹，他们的女儿要归零感恩礼拜有一个喜宴请大家在下个礼拜前能够登记完成，因为他要统计名单要统计名单，请大家来配合这样子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信理老师来做讲解如果他今天的解说能够写成文章刊在周报，可能大家会更记得。那谢谢我们教会为了庆祝50喜年，至少有4首新的诗歌呈现，真的是很不简单。第一个是用管弦乐团伴奏的诗篇65篇是金希文教授所做的，我们要在明年的那就是我们的周年庆来首演第二首就是我们请骆维道牧师他来做一首叫圣诗格式的我们的教会的纪念诗歌。那3、4首就是我们的信理老师写的台语的，还有华语的。我们的信理老师大家都认识他他就是有捌唱过《耶和华祝福妈妈》不？他就是《耶和华祝福妈妈》的作词者所以我们得到他的歌词我们要希望有更好的曲子来搭配所以呢，如果投稿好多首的话，就可以唱很多次了我们敬拜赞美就可以使用到好其他的报告我们自己看周报消息，我们下个礼拜再报告我们那个整修的过程。好，谢谢。颂咏，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颂咏的诗歌。唱完后，请瑞平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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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闭会。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力照我们，好叫世界之日，你的道路，我的你的救恩。
们今天第一场礼拜这边结束，弟兄姐妹可以互相请安，愿上帝赐福。